请继续来看民众党设计迄种英文的官网。伫个官网的第一页出现这句话 ：Vote White, Vote Right。本来要表达的意思是投予白色力量，投予正确的人。但是美国共和党亚太区的前主席讲，若去问100个美国人，有90个会认为这句话意思是投予白人，投予右派。会认为写下这个标语的，都是一个白人种族主义的组织。民众党的发言人是出面来澄清，讲这是厂商制作的手法。民进党的立委阁甲呛回去哦，讲认错就好，莫阁硬拗咯。接档结束个人的演唱会，互人气呛上滚。刷入要正式变选举，民众党设计英文版的网络，说防吹空空。官方网站写 Vote White, Vote Right， 红解释这是投予白钱，投予正派，引起立委的批评。民众党不要再硬凹了哈，我想党出笑话就算了，我们不希望台湾出国际的笑话。立委每个无力批评民众党每一出国际笑话，网红团体必良各总伫咧人民册顶铺文，想要到民众党立委罗香玲竟然嘛来加一证据，来为点名前美国总统川普讲真歹势，伫咧只票助理，毋过为民进党煽动者讲，你毋敢安尼讲，我怀疑迄敢是真的，落尾阁改作是White是白色力量 ，Vote Right 是正版投票。那我们在 take 川普这部分，大概我们小编也有一点幽默了哈，就是说，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正本清源来看哈，就是国外可能 white 就是一个白人的概念，但台湾就不是了哈，所以我们大概就是澄清一下，大家也不要一直无限上纲。就是起初我们的网站是交由小编来做这个图片上面的美编，那小编起初的用意是想要表达支持白色力量是一个正确的选择。民众党解说这句话本正是要让大家投予白色力量，投予正版的人，背后是因为无注意到文化差才会发生错误。嘛，伫咧第一时间，紧甲官方网站的图提掉。我相信，如果你们在美国任何一个地方，不管是东部、西部、北部、南部，你做街头访问，问100个美国人，我相信90以上会说，这个是不是一个白种人主义集团的口号？比如说一个日常用品的促销活动，他们用这个口号进行一个促销活动、广告等等，立刻会有消费者的反应。美国共和党亚太区的前主席讲，白人和正派是真敏感的思维。不过，伊嘛真相信，民众党的幕僚并无要起空真做政绩，只是正做全球性的英文网站，计划嘛是拢爱用个真犀利。拄等敏感的选举年，这恐惊毋是一句无犀利，圆仔锁过就无代志。Hello， 我是郑慧良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